红方选手的长相确实很有蒙古味儿啊，蒙古大汉。非常彪悍啊！我们的蓝方选手来自哈萨克斯坦，穆萨库尔洛夫阿里，看起来比较年轻，比较青涩。这应该又是一场新老对决。新老的较量，红方来自我们蒙古国的运动员呢，和博尔德年龄应该是较大，稍微年长一些，可能他的经验会，看看他的经验能不能帮助他在这场比赛中建立自己的优势。对，好，现在比赛开始。现代规则男子96公斤级。哦，好像踢裆了，但是蓝方示意没事儿。好，这依然是正打反。对，我们的红方来自于蒙古国的选手是一个反架选手。哦，一个高扫，漂亮的阻击。哦，有效的后撤，后撤中的后手摆拳。好，继续往前压进，试探。前后手直拳。哦，中扫接摆拳，哦，又一个有点类似于触踢的一个扫技。对，我这个低扫非常的重啊。我们的红方选手示意蓝方选手要注意一下。对，你腿给我起低一点儿，你别再往上，再往上一点可能就踢到裆部。哦，上步前后手直拳。好像是又有点刮到了这个禁忌部位。现在能看到场上局势，哈萨克斯坦选手占据优势，很主动的节奏。我们目前看到红方来自于蒙古国的选手正在积极应对。是的，双方拳法有效的命中，都有互换。蓝方选手非常年轻啊，但是他打法还是比较老练。对，能看到一看就是那种非常有经验的运动员。是的。好，四阶。能看到蓝方运动员现在节奏在慢。接下来。哦，漂亮！哦。要小心！哇，连续2次前手摆拳，手一定要拿高了，全部命中。哦，最后一下。哦，这2个摆拳挨的有一点。好的，第2回合比赛开始。双方继续试探，低扫腿。哦，上部的一个垫部的高扫。拳头放开。对，红方运动员主动放弃了这个拳头的位置。
哦，一个内侧的卡夫蒂。我们南方选手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绕空。哦，高扫一个120中扫。后手的基辅。看来蓝方选手给红方选手漂亮的一个后手拳，造成了不小的压力。哦，双腋下把位的袭击。蓝方选手想把红方选手推出界限。哦，这个后手非常漂亮的一个让空反击，时机抓得非常好。对。漂亮，非常好啊！这是一个指上打下。对，你看似我要出后手摆旋，实际上我这个左手拳你腿了已经。对，顺势推倒。看看，主动出界。我们教练场上裁判给了一个红方选手的一个出界。还有1分钟的时间。前手点住。上臂的1-2直拳，1-2直拳，后手命中，前摆继续命中。能看到我们的蓝方选手的拳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毕竟身高臂长，臂展优势。是的。留给我们红方选手的时间可能不太多了。如何在这30秒、20秒的时间内建立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呢？漂亮！脚下典型的蒙古博克式摔法啊。是的，袭击，拳头袭击，漂亮！后手直拳，双方拳法的最后的互换，高扫。漂亮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抓的。胜负应该是比较明显，了。好的，来听一下我们最终的裁判的判决。竟然给了一个加时，我们都猜错了，是给了一个加时赛。对，那说明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前2回合是判平了的。是的。加时赛只有1分钟的时间啊，这个时候真的是比双方运动员的强点以及主动性，还有技战术的安排都非常重要。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30秒。一个低扫，卡夫踢，一个踉跄。好，只有最后7秒的时间。比赛只有最后7秒了。袭击前摆，高扫比赛结束了。这个时候就说不好了，我觉得加时赛可能是我们的蒙古国选手更有优势一些。对，所以刚才我们讲过，这个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刻，我们都不知道谁会获胜。是的。看来这个裁判团队也是非常的严谨，非常的公平公正。好，最终的判决出来了。看看这个红方选手果然
姜还是老的辣呀。对，我们前面虽然看蓝方选手非常主动，但最终还是我们的红方选手取得了本场的胜利。是的，恭喜我们的蒙古国选手恩赫博尔德蒙攻沙盖。好，接下来就是3场大战呀，3场大战，超级大战，96公斤级以及120公斤级，还有我们的65公斤级。期待我们中国选手齐翔旭的精彩表现。